大家好，今日我想同你哋分享國家安全嘅5大要素。第一，以人民安全為宗旨；第二，以政治安全為根本；第三，以經濟安全為基礎；第四，以軍事、科技、文化同社會安全嘅保障；最後，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。咁我哋又點樣可以喺日常生活中維護國家安全呢？平時要守規呢，包括班規、校規，培養守法觀念。我哋亦都要保障天然資源嘅安全，要節約用水，保護水源。另外，我哋使用電腦同手機上社交媒體嘅時候，我哋要小心保護個人資料，避免私隱外泄。千祈唔好轉發未證實嘅資訊，要定時更新防毒軟件，預防黑客攻擊。呢啲都可以為維護國家安全出一分力㗎。